Hello，你好，我係 Ernest，係 Financial Partners 嘅大中華區董事。咁就今日恒生指數收24,877，咁啊升咗341點。咁啊國企指數咧就去到呢個14,107收嘅，咁就都升咗159點。咁啊整體嚟講咧，今個星期全個星期恒生指數升咗1780幾點，都升咗7.7%。咁就同上個禮拜比咧，今個禮拜嘅氣氛就真係即係做好咗好多。咁尤其是即係睇翻短線嗰個形勢咧，一啲嘅藍籌股嘅表現咧都好似跑落後跑上嚟。咁啊當然啦，國際嗰個金融股做翻好，你會見得到匯豐啦，打破即係過去一個月嗰個悶局。咁啊今日咧都去到呢個18個1毫半收，都升咗3%。咁啊，其他嗰啲譬如好似渣打都收242蚊啦，嚇。咁啊，有成3.6%。咁啊，雲理嗰啲都去到一日升咗9%，去到呢個108.4。咁啊，整體嚟講個大市氣氛好咗啦。咁當然都係呢個 QE2 啦。咁其實大家亦都睇得到嗰個投資者個信心都稍為提高喎。咁啊，畢竟其實大家都留意翻喺08年嗰個嘅即係跌市升浪裏邊嚟講咧，都去到而家大部分嘅市場都比嗰個嘅跌幅升到一半有多。咁其實牛市都係確認。不過問題就係話今次如果你見得到呢個升浪裏邊嚟講，其實個牛市即係大家估去到咩位咧？咁其實去到呢個位，大家都知道最近都升得比較過分急咗少少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如果投資者喺嗰個高位咧，稍為獲利翻咧，咁其實都係應該係比較上健康啲嘅。咁啊當然啦，咁其實今日亦都有啲報告會繼續即係睇好啦。譬如話你見得到摩根大通佢都發表咗一個報告，譬如話將呢個美國同埋歐洲第四季嗰個經濟增長咧，亦都提升咗呢個0.5個百分比。咁其實亦都有一啲持續利好嘅數據。咁你會見得到可能 Q4 裏邊嚟講咧，其實稍後都會有個高位繼續會出現，都唔出奇嘅。咁但係咧問題就係話都係嗰句啦。咁啊連續升咗咁多個星期啦，咁啊幾千點咁上嚟。咁啊如果真係喺呢個階段裏邊嚟講咧，大家都我會覺得即係稍為要謹慎翻少少會比較好咯。